各位老友記，你睇住我手上呢件嘢，你而家先唔好急住碌走，即刻起身行去你間睡房望一望你張床，你依家鋪緊嘅床單究竟係咩顏色？灰色、深藍色定係大紅色？如果你屋企正用緊某幾種極度犯忌嘅顏色，我今日好大聲同你講，你鋪一日就窮一日，絕對唔係講笑。點解我要你即刻去睇？因為好多人成日呻自己日做夜做戶口嗰啲錢仲越使越少，佢哋以為係個天唔公平，但我去佢屋企一睇，根本唔係命唔好，而係每日貼身瞓住嘅床單顏色徹底破壞咗個人磁場。人一生有1/3時間喺床上面度過，張床就係你嘅微型財富。揀錯顏色等於日日喺度漏財。今日呢條片我會逐一數清睡房最致命嘅4種破財床單顏色，仲會教你一招化煞催財。即刻嚟嘅每一秒，你千萬唔好眨眼。你聽我講，首先你要明白一個最簡單嘅風水邏輯，就係睡眠納氣。人進入睡眠狀態之後，全身毛孔會自然打開，呢個時候你嘅氣場係最沒有防備、最純粹吸收嘅狀態。床單顏色屬於五行之氣，唔係肉眼睇得見，但佢會透過皮膚滲入你嘅身體。日頭你喺外面做嘢見客揾錢，你好似一個桶咁，將財氣一桶桶倒翻入自己個財富。但係夜晚你瞓覺嘅時候，床單顏色一錯，就等於你財富底下穿咗個窿。你日頭倒幾多入去，夜晚就漏幾多出嚟。所以你成日覺得自己好努力，但存唔到錢。問題多數唔係出喺你嘅能力，而係出喺你身下嗰塊布上面。有人會問，床單顏色咁細件事，點可能影響成副身家？你千祈唔好睇小佢。你試諗下，你每日貼住塊床單7-8個鐘，一年就係接近3000個鐘。你同邊個人可以有咁長時間肌膚接觸？你同邊件衫可以連續着咁耐？床單唔單止貼住你嘅皮膚，仲貼住你嘅呼吸節奏，你嘅體溫會同床單產生氣場交換。睡房本身係我哋每日充電嘅地方，床就係充電座，床單就係充電座上面嗰塊接觸片。充電座接觸片如果氧化生鏽，你部電話插落去，電充唔入，仲會發滾。人嘅身體一樣。床單顏色唔對，你瞓幾多個鐘都補唔返，第二朝起身仲會更加攰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越瞓越累，越累越黑仔嘅原因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床頭係靠山，床單就係你嘅地基。風水講求藏風聚氣，你臥室入面就算擺咗幾多招財物件，只要身下嗰塊地基漏氣，上面所有嘢都會白費。我見過有啲人買晒貔貅，擺晒金蟾，但係將床單用錯顏色，成間屋嘅財氣根本鎖唔住。呢啲就係本末倒置。所以而家你唔好以為我淨係講緊布嘅顏色，我係講緊你財富嘅入口同出口。你搞掂呢個出口，先至有可能真正儲到錢。講到底，邊幾種顏色先至最致命？你唔好走開下面呢4種。一種比一種陰毒，好多人日日用緊都唔知。第一種刺眼奪目、大紅大紫嘅血紅色床單，呢種色火氣實在太重。紅色本身屬火，床單如果係大紅、深紅甚至帶紫嘅紅，你等於晚晚瞓喺火爐上面。日頭你出街已經曬夠、忙夠，夜晚返到屋企係要降火、要靜養。但紅色會令你心火上升，搞到你成晚發夢、瞓唔熟，第二日起身個人特別燥，好似冇休息過咁，脾氣一燥，同家人朋友容易起衝突，生意上都容易做錯決定。最慘係火燒財富，財富一燒，你賺再多都係白賺。你自己回想下，如果你近半年換咗紅色床單，係咪使錢使得特別急？或者總有啲意外開支要走出來，呢個就係火氣喺度作怪。如果臥室本身方位偏南，更加要避忌紅色，因為南方屬火，火上加火。
你個人會長期處於亢奮又焦慮嘅狀態，想靜都靜唔到。你唔好以為紅色旺桃花就亂用，睡房要嘅係靜，唔係刺激。紅色床單偶爾一兩次可能你覺得新鮮，但長期瞓就好似夜晚都唔熄燈，你嘅神經根本冇機會放鬆。所以我成日同人講，你想發火想發惡，你出街同人鬥，唔好將戰場帶返自己張床。床係俾你回氣嘅地方，唔係俾你繼續燒嘅地方。第一種顏色你中咗就已經夠你煩，但呢個只係第一級，第二種先至係最陰濕，因為它唔會令你即刻出事，而係慢慢漏走你啲錢。你係咪真係想知第二種係咩？咁你就要繼續聽，因為第二種顏色好多人日日用緊，仲以為好舒服。第二種冰冷刺骨、毫無生氣嘅亮藍色或者深藍色床單。藍色五行屬水，水本身代表財。咁你可能會問，水多唔係好咩？但你要知道，睡房係要藏風聚氣，唔係要水浸。藍色太亮或者太深，水氣會過重，令你個人變得懶閒，提唔起勁做嘢。我見過好多用藍色床單嘅朋友，我份工唔係冇錢，但每到月底就係清袋，總會有啲突發事件要佢哋馬上攞錢出嚟。原因就係水多會漂流，財來財去，你隻手根本捉唔住。呢種顏色最陰濕，佢唔會令你即刻出事，但會令你一路慢慢流到你發覺已經遲咗。水氣重亦都會影響你身體。你瞓藍色床單可能會覺得條腰特別涼，或者腳凍，女性就更加容易寒底。人一寒，精神就差，做嘢缺乏衝勁，機會自然少。再加上水克火，心火唔夠，你對賺錢嘅慾望會慢慢降低，慢慢變成得過且過。你唔係唔想發達，而係身體同氣場已經進入一種退氣狀態。所以如果你張床單係藍色，尤其係深藍或者寶藍，你唔好再同自己講藍色夠冷靜，冷靜過龍就係冰冷，財氣都俾你冷走晒。你試下做一個簡單測試，你而家坐喺床邊摸下自己腳板底，如果成日覺得凍，又或者瞓醒之後嗰條腰好似濕濕涼涼，咁就係水氣過重嘅跡象。呢種感覺唔係話你體質差，而係你張床單將啲寒濕之氣灌入你身體。你唔理佢，3個月後你就會發覺自己越嚟越怕凍，做乜都冇心機。呢個時候你可能走去睇醫生，醫生會同你講你血液循環唔好，但佢唔會知道你係俾張床單浸壞咗。所以你要自己識得分辨。聽埋第3種，你就知道點解有啲人成日心煩意亂，家宅不寧。第3種，花多眼亂、雜亂無章嘅大花或者多色拼接床單，呢種色好多師奶同女仔特別中意，覺得成張床靚啲，有生氣。但你唔知床單圖案越花，五行雜氣越亂，你夜晚瞓上去氣場俾呢啲花紋切到散晒，思維會變得混亂，集中唔到精神。一個人精神一散，做嘢就容易出錯，出錯就破財。而且花碌碌嘅床單好容易招爛桃花，搞到你同另一半口舌多，甚至誤會重重。你試下連續瞓1個月花床單，再換翻正式床單，你會即刻感覺到個腦清醒好多。呢個就係雜氣散亂同清靜安穩嘅分別。你可能會覺得圖案咁細都有影響，你要明白氣場唔係用眼睛去判斷大細，而係靠頻率。一張床單上面如果印滿幾十種顏色同圖案，每一種顏色都有自己嘅五行屬性，呢啲屬性互相打架，你瞓喺上面就好似一個人企喺十字路口，四面八方都有車衝過嚟，你唔會即時有感覺，但日積月累，你嘅專注力會變差，記性會變差，最後連自己點解成日做錯決定都解釋唔到。呢種床單最容易被忽略，因為佢睇落好似無傷大雅，但係正正係呢啲細節影響到你成個家庭嘅穩定。你係咪已經對號入座咗？
定係你覺得前面3種都唔關你事？你唔好開心得太早，因為第4種先係最毒。好多人就係衰喺自己以為冇事嘅地方，頭3種顏色，好多人聽完可能覺得避開咗就冇事，但係即係嚟要講嘅第4種顏色，堪稱全屋最毒，90%嘅人天天在用，卻不知它正在吸你血嘅隱形破財王。好多人貪靚或者順手買返嚟，日日鋪喺身下面都唔知，正正就係呢種顏色害到你成家財運翻入不了身。你聽埋最後一種，今晚一定會返去馬上換走佢。呢個唔係我嚇你，而係呢種顏色嘅破壞力比前3種加埋仲勁。你知唔知呢種色係咩？就係你以為最型最乾淨嘅黑色。第4種就係全黑深到發紫嘅墨黑色床單。呢種顏色喺風水上叫聚陰漏財色。黑色五行屬水，但無光，屬於死水。你瞓黑色床單，等於將張床變成一個聚陰盤，陰寒之氣由皮膚滲入骨髓。你朝早起身會發覺個人特別沉重，好似點都瞓唔夠，成日覺得灰灰暗暗，對乜嘢都提唔起興趣。呢種狀態就係陰氣重，陽氣弱。一個人陽氣弱，財神見到都掉頭走，因為財神本身就係喜陽怕陰。你越用黑色床單，個人就越消沉，越消沉就越做唔成事，機會到面前都唔識把握。好多人口口聲聲話中意黑色覺得型，但你唔知你嘅財運就係咁樣，俾自己慢慢殺死。黑色床單仲會直接破壞你同家人嘅關係，因為陰寒之氣會令你變得冷淡，唔想溝通。伴侶之間最容易因為黑色床單而無啦啦多咗距離感。你可能會發現自己返到屋企越嚟越唔想講嘢，對家人嘅耐性越嚟越少。呢啲唔係你性格變咗，係你日日夜夜俾死水浸住，陽氣升唔返上嚟。如果你張床單係黑色，你今晚返去摸下，係咪特別涼？涼過頭就係陰氣積聚。你再望下自己近半年係咪黑眼圈重咗，面色灰咗，做乜都提唔起勁？如果係，你就知道問題出喺邊。我見過太多人因為黑色床單搞到成個人謝晒，你同佢講乜佢都聽唔入耳，因為佢已經冇咗光。呢個時候你以為係情緒病，其實係氣場病。你只要將張床單換走，3個禮拜之後，你自然會有翻啲生氣。但如果你繼續用，遲早就連起身做嘢都冇力。你唔好覺得黑色可以遮污糟，床單污糟你睇唔到，唔代表佢唔存在，反而令你同邋遢之氣一齊瞓。呢種就係壓軸嘅破財色，你中咗就唔好再猶豫。好，講完4種破財顏色，你而家最關心係應該用咩顏色先至旺？唔使急，我而家教你自己動手化煞催財。第一步，揀啱開運顏色。床單顏色最好用溫和嘅中性色，例如米色、淺卡其色、淡黃色、淺木色呢類顏色。五行屬土或者溫潤金，土能生金，金就係財，所以可以幫你鎖住財富。你唔需要買好貴嘅床單，但顏色一定要對。第二，千祈唔好用太飽和嘅顏色，例如鮮橙、熒光綠、深紫色，呢啲色容易令你情緒興奮或者沉悶，影響睡眠質量。你要記住，睡房從來唔係用嚟展示個性嘅地方，係用嚟恢復能量嘅地方。換床單唔係隨手一除一鋪就得，要揀日頭做，最好係早上9點到下午3點之間，因為呢段時間陽氣充足。舊床單除落嚟之後，你唔好隨手丟喺地下，要4個角向入面摺埋，疊好之後用黑色膠袋包實先至拎出去丟。丟之前你喺心入面默念一句：霉氣隨步去，好運入我床。記住心念就得，唔使講出聲。然後攞新床單出嚟，未鋪之前用碌柚葉水或者淡鹽水喺床框4邊輕輕噴一下，再用乾布抹一抹。呢個動作叫洗窮磁場，將之前積累嘅衰氣洗走，跟住先鋪新床單。
鋪嘅時候由床頭向床尾拉平，代表將財氣從外面帶入你身邊。呢套流程非常簡單，但好多人做一次就感覺到張床暖咗，個心定咗。如果你揾唔到碌柚葉，用粗鹽加暖水代替都可以，記住濃度唔使太高。噴完床框之後，唔好即刻鋪床單，等1-2分鐘，俾啲水氣走一走先。鋪床單嘅時候，心入面可以觀賞有淡黃色嘅光由床頭慢慢照到床尾，呢個光就代表財氣同福氣。你唔使刻意做啲好複雜嘅儀式，簡單同專注就夠。最緊要係以後保持床單乾淨乾爽，唔好成日隔好耐先換一次。你尊重你張床，張床先會幫你聚氣。呢個就係福報風水入面最基本嘅道理。你點樣對待自己嘅睡眠，你嘅運氣就點樣回報你。有人可能會問，舊床單顏色唔好，但係好貴，唔捨得丟。我同你講，呢個時候你更加要果斷。你留翻一塊破壞你磁場嘅布喺度，表面係慳錢，其實係漏更多錢。你不如趁呢個機會將舊床單捐出去，或者當抹布處理咗佢。但係記住，唔好再用嚟鋪床。你嘅身家性命遠比一張床單值錢。呢個唔係叫你浪費，而係叫你唔好因為細眉細眼嘅嘢影響成盤數。你而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，如果張床單唔係單一顏色，而係淺底帶少少花紋又得唔得？原則上越正式越穩陣。如果真係想有少少暗紋，揀同一色係深淺差唔多嘅幼紋，影響會細啲。但係大花撞色、幾何碎花呢啲就一定唔好。你可以打開手機相簿望下自己張床，如果一眼望落去覺得眼花，咁就已經唔合格。床單最好係望落去令你即刻平靜，而唔係令你興奮或者緊張。呢個係一個非常簡單嘅標準，你唔使學識五行都可以自己判斷。仲有一樣嘢好重要，就係枕頭套顏色同被袋顏色盡量要同床單一致，或者用同一色系。我見過有啲人床單換咗米色，但枕頭套仍然用黑色，結果頭上面繼續吸陰，身體下面已經改運，上下唔協調，效果大打折扣。你既然決定化煞催財，就一次過執齊，唔好留手尾。成張床嘅氣場要統一，先至可以形成穩定嘅能量場。呢個亦都係點解有啲人換咗床單，但係覺得分別唔大，因為佢只係做咗一半。你聽我講完之後，你係咪有啲緊張？唔使驚，最緊要係你肯行動。你今晚返到屋企，第一時間行去睡房睇一睇自己張床單。如果你唔肯定係咩顏色，開燈望清楚，影張相都得。跟住你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上面講嘅4種顏色裏面，你屋企一直用緊邊一種？你留低顏色，我同我嘅師兄弟喺後台會默默幫你隔一隔磁場，助你徹底化煞催財。呢個唔係普通留言，係你向宇宙報過到，話俾佢知你準備改運。寫完之後順手幫我點個讚，分享俾一個你唔想佢繼續窮嘅朋友，因為呢個舉動本身就有功德。你嘅一個分享可能會幫人避開一整年嘅破財運。今晚換過張好床單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到時我會再教你一招臥室旺財佈局，保證你瞓得好，財氣入屋。你千祈唔好聽完就算，以為下次先搞。我同你講，你多一日用錯床單，就多一日漏財。你寧願今晚辛苦少少，都要將舊床單換走。你可以即刻去附近買一張米色或者淺黃色床單，100幾十蚊已經足夠，唔使買名牌。最緊要係個顏色同乾淨。換完之後，你照住我教你嘅方法做，唔好跳過任何一步。做完之後，你試下今晚瞓覺，你會發覺張床暖粒粒，個人鬆好多。唔係心理作用，係因為氣場真係唔同咗。老友記，我講到呢度，你都應該明白床單唔係普通日用品，
佢係你每晚同財神見面嘅地方。你俾財神坐喺火爐上面，佢會走；你俾財神浸喺死水度，佢會走；你俾財神睇住一團亂花，佢會走；你俾財神坐喺聚陰盆入面，佢更加會掉頭跑。你只有將張床整得乾乾淨淨、暖溫和和，財神先至願意留低。你唔使等我再講多一次，你自己都識得揀。你而家要做嘅就係即刻行動，唔好再拖你，拖一日窮多一日。呢個唔係我嚇你，係你身邊已經發生緊嘅事實。如果你真係唔知自己張床單咩顏色，或者你屋企仲有其他睡房風水問題，你喺留言區話我知，我會盡量幫你。但係最直接嘅方法就係跟住今日講嘅步驟，先將床單顏色修正。你連呢一步都唔做，講乜都冇用。我唔係要你買貴嘢，我係要你醒覺。你醒覺嘅時候，就係你開始轉運嘅時候。所以而家你即刻起身行去睡房，望一望張床，然後翻嚟留言。我喺後台等你，你聽下我最後呢句。你唔係冇財運，你係俾自己張床單鎖住咗。你解開佢，財氣就會翻嚟。你今日嘅留言就係你同舊磁場切斷嘅第一步，寫低你嘅顏色，跟住做個決定。今晚換床單，你做到，我保證你瞓得好，之後嘅路會越行越順。快啲去，我哋下條片再教你點樣擺床頭櫃，旺桃花同人緣。但係前提係你要先搞掂床單，你唔搞掂床單，我教你乜嘢都係假。我而家收線，你去做嘢。